各位觀眾朋友，嚟緊呢條新聞真係牽動住全港影迷嘅心啊！2025年11月1號深夜，台北新北市林口一間公寓裏面，81歲嘅老夫骨彭翠帆喺製氧機嘅嗡嗡聲中停止咗呼吸。呢位喺銀幕上活躍咗59年嘅老前輩，5日前先喺社交平台寫下賢弟那邊等，如輕隨後來嘅悼念詞，送別因癌症離世嘅老友許紹雄。點知呢句說話竟然成為佢留俾世人嘅最後遺言。消息傳出嘅時候，香港影視圈正係多事之秋，一場牽動全港嘅風暴正悄悄醞釀緊。就喺3日前，76歲嘅許紹雄因為癌症引發器官衰竭離世。呢位被稱為港劇金牌綠葉嘅老演員，臨終前7日都仲喺社交平台同粉絲互動。兩位跨越半個世紀嘅搭檔接連殞落，令到整個影視圈都陷入咗集體哀悼。更令人唏噓嘅係，彭翠帆生前最後嘅心願，執導電影《老友記》續集，如今因為佢嘅突然離世，演變成一場充滿爭議嘅行業大呼。佢走嘅時候，手裏仲攢住《老友記》嘅分鏡腳本。11月2號凌晨，同彭翠帆相交40年嘅導演蔡淑君向媒體透露，病床上嘅彭翠帆直到昏迷前都仲喺反覆修改劇本。醫生話佢最後講嘅話係那個鏡頭要再調暗半度。呢位以嚴厲著稱嘅老導演喺生命最後時刻都依然保持住對藝術嘅極致追求。呢場悲劇嘅戲劇性轉折要由2020年講起。嗰陣時，美劇《老友記》宣布重啟續集嘅消息席捲全球，香港影視圈都蠢蠢欲動。據知情人士透露，2024年初，彭翠帆喺一次影人聚會上偶遇劉德華，兩人一拍即合，決定打造一部屬於華語影壇嘅《老友記》。佢總係話，美劇有美劇嘅友情，但我哋香港人有自己嘅江湖。劉德華喺11月3號嘅悼念發佈會上回憶到，眼中閃爍住淚光。呢部原定喺2025年12月開拍嘅電影，匯聚咗彭翠帆、劉德華、杜琪峰等一眾港片黃金時代嘅代表人物。據內部文件顯示，影片預算高達2.3億港元，其中僅劉德華就自願削減2/3片酬，將個人片酬鬆6000萬降至2000萬港元。剪要花喺刀刃上，呢係彭導嘅遺願。製片人鄭家豪透露，為咗還原90年代香港街景，劇組甚至花重金復原咗已經拆除嘅廟街夜市。然而，命運似乎總愛同呢位老導演開玩笑。今年5月，彭翠帆因為肺炎住院2月，出院後需靠鼻自管進食、製氧機維持呼吸。即便咁樣，佢都仲堅持每週3次鬆台北飛往香港參與劇本會議。有次喺機場，佢因為缺氧直接暈倒喺安檢口。助理小林哽咽住話，但佢醒來第一句話就係問劇本改得點樣啦。呢種近乎偏執嘅堅持，令到身邊嘅工作人員既敬佩又心疼。10月28號，許紹雄離世嘅消息如晴天霹靂。據彭翠帆生前最後一條社交動態顯示，佢喺得知老友病危後，立即取消咗所有工作安排，準備飛往香港送別。然而，命運弄人，就喺佢訂好機票嘅第2日，自己都被緊急送入 ICU。嗰日早上，佢仲食咗半碗粥，話等見完紹雄返嚟再改劇本。護士長回憶到，點知呢成為佢最後嘅早餐。佢係睇許紹雄嘅悼念視頻時突然昏迷嘅。蔡淑君向媒體展示咗一段手機錄像，病床上嘅彭翠帆戴住氧氣面罩，眼睛緊盯住平板電腦裏面許紹雄生前嘅採訪片段。當睇到老友話人生最大嘅遺憾係錯過咗最在乎你嘅人時，佢嘅手指突然抽搐，監護儀發出刺耳警報。呢段令人心碎嘅畫面，後來喺網絡上引發咗數百萬次嘅觀看同討論。呢場意外唔單止打亂咗拍攝計劃，更引發咗關於影片命運嘅激烈爭論。11月4號，杜琪峰喺片場含淚宣布，我哋將永久保留彭導嘅導演椅，上面會刻上佢嘅名字。然而，呢個決定卻遭到咗部分投資方嘅反對。
商業電影唔係慈善事業。某匿名投資人喺接受本報專訪時直言，保留導演椅意味着要重新設計整個拍攝場景，呢會增加至少800萬嘅製作成本。據內部人士透露，目前劇組面臨住兩個選擇，要麼按照原計劃使用 CGI 技術完成彭翠帆嘅膚憤，要麼徹底擱置項目，而後者意味着前期2000萬嘅投資將付諸東流。就喺各方爭執不下嘅時候，11月5號凌晨，劉德華突然喺個人社交平台發佈咗一段15秒嘅視頻。畫面中，佢站喺空蕩蕩嘅片場中央，身後就係嗰把刻住彭翠帆導演字樣嘅椅子，背景音樂係友誼之光嘅旋律。彭導話過，電影係拍俾未來嘅人睇嘅。劉德華對着鏡頭話：而家該我哋來完成佢嘅遺願啦。呢段視頻發佈後24小時內，點擊量突破咗5000萬次。井號、彭翠帆遺作井號、井號、劉德華降薪井號等話題登上咗熱搜榜前3。更令人震驚嘅係，有網友爬出彭翠帆生前嘅一段未公開採訪視頻。畫面中，呢位以嚴厲著稱嘅老導演罕見地流露出脆弱。我哋輩子最遺憾嘅就係冇能夠讓港片重新輝煌。佢提到自己年輕時喺片場連續轉48小時嘅經歷，感慨而家嘅年輕人食唔落呢個苦。呢段視頻引發咗兩代電影人嘅激烈討論，有人認為佢守舊，亦有人稱讚佢堅守匠心。隨着事件發酵，更多內幕逐漸浮出水面。據劇組工作人員透露，彭翠帆喺病重期間都仲堅持參與選角工作。特別令人感動嘅係，佢力排眾議啟用咗幾位新人演員。佢話要俾年輕人機會，就好似當年別人俾佢機會一樣。副導演黃明回憶道，有次試鏡到凌晨2點，佢堅持睇完最後一個演員嘅表演先離開。然而爭議並未因此平息。11月6號，某娛樂週刊爆出猛料，彭翠帆生前曾同投資方就影片風格產生嚴重分歧。據該週刊獲得嘅內部郵件顯示，投資方希望增加商業元素，如加入更多特效場面同明星客串，而彭翠帆則堅持要拍一部純粹嘅友情電影。佢甚至威脅話，如果改劇本就退出。某匿名編劇透露，但最後都係妥協咗，因為佢太想完成呢部電影啦。呢一爆料立即引發網友熱議，有人指責資本扼殺藝術，亦有人認為電影本來就係商業與藝術嘅平衡。某電影學院教授喺專欄中寫道，呢反映咗整個行業嘅困境，點樣喺市場壓力下保持藝術初心。面對紛紛擾擾嘅爭議，杜琪峰喺11月7號嘅記者會上做出咗驚人決定，唔單止保留彭翠帆嘅導演椅，仲將喺片尾加插一段長達5分鐘嘅致敬我哋嘅導演獨家片段。呢段片段將包含彭翠帆生前嘅工作花絮，同演員們嘅互動瞬間，以及佢未完成嘅導演闡述。呢係彭導應得嘅尊重。杜琪峰講呢句話時，眼眶明顯發光。我哋會用最真誠嘅方式完成佢未竟嘅事業。據知情人士透露，呢段致敬片段嘅拍攝預算高達300萬港元，全部由杜琪峰個人承擔。更令人感動嘅係，佢推掉咗原本已經談好嘅商業片合約，全身心投入到呢部遺作中。與此同時，劉德華嘅降薪舉動都引發咗連鎖反應。據劇組財務總監透露，已有5位主要演員主動提出降低片酬，其中包括2位影帝級人物。花仔開咗個好頭。該總監話，喺呢個行業裏面，剪好重要，但有啲嘢比剪更重要。某資深演員喺接受採訪時表示，彭導為港片付出咗一輩子，而家係我哋回報佢嘅時候啦。然而呢場風波中最令人唏噓嘅，莫過於彭翠帆同王晶嘅恩怨往事。2024年，彭翠帆曾公開批評王晶嘅喜劇係鬧劇，引發兩人隔空對罵。但在彭翠帆離世後，王晶卻喺微博發文悼念，稱佢係最常用嘅3大喜劇催化劑之一。其實我哋私底下關係唔錯。
王晶喺11月8號嘅專訪中首次回應呢段恩怨，佢講呢啲話時，我正陪佢去醫院做檢查。據王晶透露，彭翠帆晚年常感嘆而家嘅喜劇太浮躁，但每次講完又會自嘲，可能係我老咗，跟不上時代啦。呢段採訪播出後，許多網友表示對兩位導演有咗新嘅認識。呢場爭議唔單止牽動咗整個香港影視圈，更引發咗對行業未來嘅深刻反思。資深影評人李明喺專欄中寫道：彭翠帆嘅離去，暴露咗港片喺商業與藝術之間嘅掙扎。佢嘅遺作爭議，實際上係整個行業轉型期嘅縮影。據香港電影發展局最新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香港本土電影產量同比下降咗37%，而合拍片佔比則升至68%。我哋正喺失去自己嘅聲音。某不願具名嘅製片人感嘆，彭導嘅《老友記》本來可能係個轉折點。呢位製片人透露，原本有幾個年輕導演準備跟隨彭翠帆學習，而家卻因為行業不景氣而轉行。呢係整個行業嘅損失。然而，就喺外界普遍睇衰嘅時候，劇組卻傳嚟咗好消息。11月10號，製片人鄭家豪宣布，已有3家國際流媒體平台表達咗對影片嘅收購意向，其中一家甚至開出咗天價。佢哋睇中嘅唔單止係商業價值，更係影片承載嘅文化意義。鄭家豪話，據內部消息，某平台願意出資1.5億港元買斷全球發行權，但要求修改部分劇情以適應國際市場。與此同時，彭翠帆嘅家人都做出咗一個溫暖決定，將佢嘅部分遺產捐贈俾香港電影資料館，用於修復同保存經典港片。佢啲輩子最放唔落嘅就係電影。彭翠帆嘅侄子喺記者會上話：我哋希望佢嘅精神能夠繼續傳承落去。呢筆捐贈預計賬超過5000萬港元，係香港電影資料館歷史上最大嘅一筆私人捐贈。呢場風波中，最令人感動嘅莫過於普通影迷嘅行動。喺彭翠帆離世後嘅1週內，香港各大影院自發組織咗彭翠帆電影回顧展，場場爆滿。有影迷喺觀影後留言，睇佢嘅電影就好似睇到咗香港電影嘅黃金時代。某影院經理表示，呢係近年來最成功嘅回顧展，好多場次一票難求。彭導常話，電影係做夢嘅藝術。杜琪峰喺最後一次劇組會議上話，而家該我哋來完成佢嘅夢啦。據劇組最新公布嘅拍攝計劃，影片將於2026年春節後正式復拍，預計同年年底上映。為咗還原彭翠帆嘅導演風格，劇組特別聘請咗佢生前嘅助手團隊參與製作。喺呢場牽動全港嘅爭議中，我哋睇到嘅唔單止係電影人嘅堅持，更係一個時代嘅縮影。當彭翠帆嘅導演椅永遠空出時，佢留下嘅卻係一個關於友情、關於堅持、關於電影本質嘅永恆命題。正如佢喺劇本最後一頁寫住嘅嗰句話：電影唔係生命嘅全部，但可以記錄全部嘅生命。呢場風波都引發咗對遺作定義嘅討論。某電影學者指出，嚴格嚟講，呢唔算彭翠帆嘅完整作品，但係佢精神嘅延續。呢種觀點得到咗大多數人嘅認同。某年輕導演喺社交平台發文：彭導教會我哋，電影唔單止係技術，更係心靈嘅表達。與此同時，影片嘅選角工作都喺爭議中繼續。據透露，原本由彭翠帆欽定嘅幾位新人演員，因為壓力過大而集體退出。呢又引發咗新一輪嘅討論，係堅持原定人選，定係重新選角？杜琪峰喺11月15號嘅內部會議上拍板，就用彭導選嘅人，呢係對佢嘅尊重。呢場爭議甚至影響咗香港電影界嘅獎項評選。某電影獎項組委會宣布，將增設彭翠帆藝術貢獻獎，以表彰嗰啲喺商業壓力下堅持藝術追求嘅電影人。呢個決定得到咗業內嘅廣泛支持。喺彭翠帆離世後嘅第10日，佢嘅故居對外開放，成千上萬嘅影迷排起長龍，只為睇一眼佢生前用過嘅導演椅，寫滿批注嘅劇本，
以及嗰台永遠停止咗嘅製氧機。某位影迷喺參觀後寫道：呢度冇悲傷，只有對電影嘅熱愛。有啲告別唔係結束，而係另一種形式嘅開始。劉德華喺致敬片段中所講嘅呢句話，正喺成為現實。當燈光再次亮起時，嗰把刻住彭翠凡導演嘅椅子，將永遠見證住一個時代嘅落幕與新生。喺呢場冇終點嘅電影長跑中，彭翠凡已經跑完咗佢嘅最後一程，但佢留下嘅足跡，將永遠印刻喺華語電影嘅歷史長河中。正如某影評人所講，彭翠凡嘅離去，令我哋失去咗一個導演，但佢嘅精神將激勵更多人投身電影事業。喺呢場充滿爭議同溫情嘅風波中，我哋睇到嘅唔單止係一個人嘅謝幕，更係一個行業對初心嘅堅守。當銀幕上嘅光影再次亮起時，嗰將係對彭翠凡最好嘅告慰。